本案系发生于今9日9时18分，朱姓大货一引车驾驶沿中丰路往环北路方向行驶，于绿灯起步时撞到穿越道路欲往新国市场2位行人，造成行人送医急救。警方现场对朱染实施酒测，酒测值为0。本案交通事故确实肇事原因由警方调查后厘清，并将朱染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在此提醒民众，穿越道路务必行走行人穿越道，并与大车保持安全距离，以为自身安全。